阮阿日去是日本的孙早，因母仔囝走去倒，早晚阮拢会找着。你想要保大人，就无法度保囡仔，除非你甲我交换条件。只要你将囡仔抱来互我答应你，放我你一条生路，无要甲伊计较。条件我已经开出来了，要答应唔答应，在你。你放心啦，既然我叫你将囡仔抱来互我一定会甲当做亲生囝同款饲养大汉。搁再讲，有你这亲生老爸陪伴伊伫身躯边，这是上幸福的代志。看伊阿公缀迄个去食饭，艰苦一世人。只要你肯答应，我你会当平平安安无代志，囡仔嘛有公平的前途。这是两全其美的代志，我也想过，你到底是搁咧考虑啥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莫去伤害我你啊。只要我抱着囡仔，我是安那要去参迄个查某哥哥店自找麻烦啊！安尼个，你为什么拍算？我要爱恁两个换一出考量题，我要问你，乖乖将囡仔交出来。我知我已经走袂去啊！若要开就做你开枪啦！我甘愿死，我才无咧惊你啊！哼，来看势你是哈拉口的翁，我就袂避免。给你最后一摆机会，只要你讲出迄个查某人的下落，我就了你免死。有这条你就甲我拍死啦！你叫我讲出我你伫倒位，迄是无可能啦！今日还是个惊无棺材老困。我就足后悔，当初去放杀我你，也去娶哈拉口，甲你这家日本人，咱挥挥三做，欺负家己的同胞，八个好！我咧说啊，不留我甲哈拉口，我心传你。下，下，下，下大大，那个伟大的日本孙大作队，拿出来，出来。是我。挺多的。倒来！哎，俺倒来！倒来！我是叫你倒来。这出考量会愈来愈好看。是的。好啊，你这只死卡狗啊，我和你。哎呀！啊！我的毛！你害我破相！不去啊！啊！你明知喏，我某在人在，某无言无，你都扑我的毛，啊！我还小等嘞！你摸唔着病啊，莫怪摸无啦。你无啊？这畜这大畜伫遮你无看呀？拢是你呀，他个歹呀！带这只死卡狗转来要创啥？天大，天大！安怎啦？哎，天大，咱来进来走啦！无像咱俩哦，小金土山路哦，伊直带日本警察哦，逐咱厝诶拢囂啊变价啊！莫吓紧张啦，我来啦，大啊，这起个哦，唔是啦，志明哦，解决自身啊啦，是安尼啦，大啊，我就互去拆药啊，下日半路看到小金土山路吼，哦，带一支日本警察咯，咧抄这志明啊，好佳哉我骹手太溜了，甲救倒来，我就死翘起来。你敢是甲小金土山路因小妹斗阵？连恁祖先互你的姓，拢改做日本人的姓啊！恁哪有可能甲伊避免的？喂，迄拢是因为月里啊啦。我即摆看到月里啊，还佫有教袂出世的囡仔，我才发觉月里啊吼是一个贤惠佫温柔好家后。虽然哈拉口巴肚来换我的囡仔，啊，不过伊根本就无甲当作是伊红仔咧看待啊。啊，这一摆哦。我偷偷报查月里啊，因早就甲我当作是叛徒安尼，想要杀我灭口啦。我看着时机唔对吼，我就找机会逃走啊，
想要到捡手金套人拢发觉，唔知哦，甲对杀啦。大仔，你听到啊？伊哦，真正是改头换面啊啦！啊，那呢会当互因甲因某，啊，搁天数啊见面啊，规家伙人咱团圆啊，对哈？天数啊！啊，对天数啊你！对，你莫讲你讲的，若生查甫的吼，叫天数啊啦。我做老兵呢，对，我做老兵呢。囡仔生出来。我你甲天数即摆伫什么所在？我就想要看伊呢。我传你，讲你讲，我传你讲。阿丽啊，你看我坐上来。我你。啊，你头壳是安怎啦？少爷汉弟兄啊，甲你讲到安尼，是小囝的春花啊。阿丽啊，我用撇啊吼，较紧就头啦。不要紧啊。这边，经过，这咱的后生呢，天主啊，有够水无？天数。看爸爸，哦，爸爸来看你啊。天数啊！我的心肝紧，我的心肝紧。天数啊！我你啊！你是在创啥人？我真该死，你为着我，吃安尼多苦，受啊多拖磨，甚至我怀疑你的感情，我不是人。好啊啦，为你吃苦，是我家己欢喜甘愿的啦，我从来拢无怪你。你起来甲讲好来。我你啊，你真正是一个善良的家后。较早我唔知人疼惜你，我对不起你。你给我一摆机会，让我尽一个最红赛、最老爸的责任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你甲天数啊。志明，若应该安尼是上好，我嘛希望咱一家伙啊会当斗阵，啊毋过头家娘遐呢，你要安怎应付？伊对你遐尔恶气，你搁替你讲话，你管伊要创啥呀？毕竟是查某人，我会了解伊的心。无一个查某会当忍受家己的翁婿伫外口有路。啊，对啦，伊敢跋倒，啊伊身体敢有要紧？是该做起来，即摆连囡仔都无啊。啊，连囡仔都无去啊！是，囡仔无啊，这该是报应。我你啊，咱莫讲遐尼济啊，咱来赶紧离开这，倒转来骗我。若无迄个小金土三郎找位遮来吼，一定袂放咱煞。阿哪个，你身体还未完全复原，那才紧就起来。我已经不要紧啦，啊，代志是进行了安怎？我办代志哦，你放心啦，一切按照计划进行。二姑哦，已经将你遮到放大救走，我想阁无偌久，伊就带囡仔倒来你的身躯边。我你啊，请你原谅我，为着你安全，我连甲天数啊，我叫安那哭，我对不起你。一世人我无能幸你，希望天公伯啊，后世人我能做翁仔某，好会当照顾你一世人。
志明啊，昨晚哪还袂困啊？无啦，天叔吼，一直毋困啊。我咧想讲，伊大概是腹肚枵吼，佢困袂去啦。哦，我无想要插我，你也起来饲奶，我想要来灶口煮只米奶吼，天叔啊啉啦。这我来就好啊。哈哈，哦，你对外里啊真正有好啦，无怪哦，伊甘愿千辛万苦为平湖找你找到遮来啦。嘿，因为我食遮济苦，我会当替做的，嘛只有安尼尔。哎呦，这哦，你就免烦恼啊。恁过来做一世人的翁仔某咧，后摆啊，你甲好好大疼惜就会使啊。哈哈，我即马就替你去煮米奶啦哈。多谢你啦。免客气啦，大家人啊哈。你要出去？哦，无啦，内面较热吼，我想讲出来后口较凉安尼，出来行行。我掠准你要甲囡仔抱走。袂啦，我要安尼做啦。外里后已经原谅我，我袂去做迄个对不起的代志啊。会晓安尼想上好啦。这边，外里啊，含天数啊，拢伫你的身躯边。你要知影好好看疼惜。不管偌善车，日子搁安那歹过，一家伙啊，通啊欢欢喜喜斗阵过日子，这是人生上较幸福的代志。你也知影珍惜。安怎？给我啥物话讲袂出嘴是？无啦，哪有啥物话你讲袂出嘴？无上介好啦。这边，我甲你熟悉无偌久，但是我看会出来，你这个人本性佫真善良。你会甲小金土三郎因兄妹斗阵，可能是一时的糊涂，无定就是环境所逼。但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做毋到代志无要紧，上重要就是要知影悔改，毋通一错再错。你听有清楚无？好啦，我靠风头，紧甲囡仔抱入。好。志明啊，米奶来啊！来。天叔咧困去啊，我抱入来给他过。好。志明看起来会怪怪，敢若有心事同款。天大。你是甲伊讲啥？无啊，我哪甲讲啥？哦。天叔，我天叔来！天叔叫，好。天叔，我想过，我拄在面旁，我忘记哦，头家娘甲天叔偷无走，我就惊，天叔。你是咧喊面嘛？那安尼看你惊啊规身躯汗啊！天叔是我的心头肉，我袂用无天叔，我若无伊，我根本都无想要活。天叔，你这甲天叔抱去倒位啦？无啦，我咧外口甲铁玲兄咧开讲。我你啊，较早困的。咱明仔透早一日起来吼，咱就斗阵倒转来平湖，吼。倒去平湖？你想哪这样甲甲我讲哈？你毋是一直希望讲我甲你做伙倒转去平湖？你毋是足好的？会当倒去平湖，当然好呢。啊，毋过我心外头感觉怪怪，是毋是有啥物无好的代志会发生啊？你咧乌白想啦。哪有啥物无好的代志发生？较早困，吼。志明，我问你，你敢真是会当放弃这富裕的生活，甲我转去平湖过迄种艰苦的日子？我你啊，你毋通甲我看我遐尼现实啦。我毋是捌过迄款散下的日子，我嘛毋是迄款无能食苦的人啊。我是绝对袂后悔，
我绝对会帮助你甲天数。卡叔公，头家因来找你，你要安怎？我看你啦，你是咧安怎啦？啊，你还甲我讲一寡遐尼有诶无诶啦？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？我明仔日透早会带你甲天数倒转去平湖，啊，是怎一直毋相信我呢？你莫生气啦，我毋是无相信你啦，你做无简单，才倒转来阮母仔囝的身躯。卡叔公，你若离开阮母仔囝，你叫阮母仔囝是要安怎？阮母仔囝袂用无你呢？我你啊，是你想伤济啦，我袂离开你，吼。较早我叫是讲这天公伯啊吼，目睭去互哪嘛糊着？毋是呢，天公伯啊目睭吼，外呢金的了。嘿，迄志明吼改过自新，搁安尼规家伙安尼团圆啊！哦，迄人哦实在够爽的啦。这届互因规家伙团圆哦，你功劳上大啦。客气客气，大家拢嘛安尼讲。啊，不过吼，其实吼，这是因家己的福气啦。对啦对啦。大呀！规家伙拢咧团圆，啊，你若记这块面啦。好啦，我是想讲，志明这个人，贪着荣华富贵，甲小金土三郎做遐尼侪伤天害理的代志，伊敢遐尼简单就干？大，你想伤多啊啦。行好。我咧，我哩啊，志明啊，你两翁某是拢是要倒啦？我已经决定吼，要甲我你啊甲天数倒转啊平湖，重新开始。安尼啊？以后阮一家伙啊吼，有饭食饭，有暗暝啊啉暗暝啊，搁安怎食苦哦？阮一家伙啊无要分开。呀，安尼对，安尼对。对啦，安尼这是一个查甫囝啦，哈。对。来，我哩啊，这钱哦，你要等赔哦，来，早去，来。袂用的啦，我袂去收你的钱啊！这段时间哦，伫遮互大家照顾，我毋知要安怎报答，哪会用去收你的钱啊？无要紧啦，你看，阮孙仔后要哭啊，来，笑，啊，这个钱哦，你哦，要哭，你看。啊是讲志明啊，恁日时安尼走，外口日本警察遐尼侪，你敢毋惊讲小金土三郎布置啥物圈套去当恁？有。志明啊，我看吼暗时啦，暗时要走较方便啦。这你免烦恼啦。我相信小金土三郎哦，伊可能咯想袂到讲，阮两个翁某吼，今日是伫大路咧行啦。若是安尼哦，你若要走，就爱赶紧走，莫耽误时间啊。对啦。最感谢三位，这段时间照顾阮母仔囝。我哩啊。我实在毋知要安怎报答恁遮好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起来啦！这吼是我甲阮大应该做的，你莫安尼啦。是啦，真感谢恁安尼照顾天数佮我你啊，真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唔安尼啦，我走，赶紧啦，啊，你若减配哦，会记得来吼，佮来阮遮坐呢。好啦，你来保重的。好啦，孙行了，多谢你，好，孙行了。我你啊，会记得来呢。孙行。都安尼看有啊，你规家伙啊团圆哦，带倒去配合呢，迄台是要爽的啦。啊，我出来。这条路，敢若是要去夜段囡仔，你敢会行唔到咯？真摆有白想啦，我哪有可能带你倒转夜段间？今仔日。这代志我骗我，咱带阿母遐济年啊，你无法度骗我，我要转来你遐。嘿，我你也相信我，
我安尼做，我拢是为着你好咧。我带出去同我讲是为我好，我才袂去。我你啊，你袂走，你若走你会无命咧。行啦，你要带我去做啦？行啦。你要带我你啊，你也相信我，我真正是为着你好啦。叫我讲，叫我走。我你啊，你来好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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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，无代志哈，无代志，多谢你。有人话？啊，有人话？几开心？妈开心，开心！玛丽，真是你我不得已考中，出发去！玛丽啊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应该提出交你。你到底想要创啥？好我玛丽啊，我讲过啊，我不得已考中，我求你原谅我。这摆不是我原谅你，是我要求你，我拜托你。咱阿母的一回上，来，结束我已经考。玛丽啊，莫遐尔，玛丽啊。就囡仔互我啦。像啦！哈那口，你甲我点去，也无你的代志。你这个查某，我甲你讲，你囡仔对你吼，食苦受罪啦。但是对着我哦，荣华富贵享受一生啦，这是伊的福气，你知无？根本是查某人，你该了解，失去家己骨肉的痛苦。我求你，把天赐给我好吗？我拜托你，天赐给我。卖娘啰嗦，像啊！志明，看天赐无得来赢我，你是我一身骨肉，我求你，你是我救世的嘞！玛丽啊，我拜托你了，玛丽啊，我拜托你。玛丽啊，行，行啊，你想要我你安怎？你想要我你安怎？哈那口，你想要我你安怎？玛丽啊！我给我放开！是。我不要亏了，你赶紧输赢我，赶紧输赢我啦！你别啦！你别啦！我搞错了。放我出去！你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你到底想要我你安怎？我爱食，你想要我袂掉？你等我一定救你出去。你赶紧放我你啊！靠腰啊！野大人创啥？只不过是喊那个比较只狗呢，甲提供救大，大细声。哈那口，当初是你答应我，只要把囡仔骗来互你，你要保证阿我你安全，谁都即摆互人反去反倒咧？是啊，我保证袂杀伊，也无保证讲袂卖伊啊。哈那口，我甲你是翁仔某，我甲我你也嘛是翁仔某，现在你袂用替我你小想法歹咧。
是生意人嘞，啊是了钱的生意无人做啦。哪位有利润，我就哪位做。你安尼讲的无信用，我想郑雄伟当初来相信你的话。囡仔好啊！哎，你囡仔好啊！囡仔好啊！你使讲啦！我把你切断我无关系，我带起来甩我，你也离开，你好大胆啊！一时间怕死哦！你个死啦！你等你！干啥呢？我弟啊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辜负你，我弟啊！啥物啊？啊，无想揣倒去啦？你啊，带去断经啊！啥物？夜大经啊？啊哪呢？西头开会代志大条啊！天灵大你照。什么代志？哎呀，我都都有听讲过，有一只船哦，要为日本来啊，小金土山龙哦，到要去接船呢。迄船啊，就是要叫迄查某囡仔去日本的啦。就是安尼啦。啊，大海啊啦！啊，外你啊，即摆伫夜大经内底，一定足危险的。反正啊，都系甲救济，甲救济啦。对，你莫着急，食紧的拢看我。恁做你放心，我有办法来对付。卖掉我！小金拖沙龙。哎呦，小金孙查，你是要我惊死哦？你来要创啥啦？鸡大爷，你莫家己惊家己嘛！只要我小金拖沙龙互你看，有人会提供这8大伊嘛唔敢来掠你。你要我看？哦，你是咧周集电器工假碰风呢？逐摆看到月人花哦，你就叫伊真甲咧头起目镜啊！你阁想要我靠？这是我家己无注意啦。有人会哦，伊好运啦，但是哦，伊无大概拢遮好运的啦。我已经派出一人去掠伊的，掠到伊，我将伊尻川赶开花，叫伊转去见主公。好，你继续碰风啦！我看到时尻川开花的是你，见主公的嘛是你啦。我阁是要加我2年啊！月人花哦，我掠袂起的。钱大爷，你莫遐无胆嘛！有人会哦，伊阁有本事哦，伊嘛是贼，伊嘛是通缉犯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将伊掠去清杀的。钱大爷，你嘛知嘛？咱做这生意吼，久久啊长长，咱趁大钱对无？一世人无烦无恼，安尼偌好的对无？你莫阁讲，我讲不爱做就不爱做，你走啦，我要困啊。不，你莫困啊，咱你坐啦，咱慢慢啊参详者嘛。好啦。你讲你到底要安怎啦？就明仔载日本的杀毒厂啊、起某厂要来验货啦。你无听我掠几个查某，我是要安怎交因？迄是恁兜的代志，跟我无地带。是啥物阮兜的代志？咱是合作的呢。小金孙查，但这个钱我已经还你啊，对无？我一角银都无摕到嘛。这跟我哪有关呢？我都捌甲恁讲过啊，爱查某恁家己掠嘛。阮家己掠，无咯，钱大爷，我是日本政府的孙查呢。这个代志无你斗3工，我歹处理啦。你莫阁讲啊，总讲一句，我死都无要出去啦！哎，对，拜啊，拜托者啦，无安尼啦，数量啊，我4成，你6成，安尼会用吼？吼？无用，不，无安尼啦，3、7啦，我3成，你7成啦，这定紧无？你定？无用啊！无啦，是搁安怎啦？小金孙查得，我有钱无伊的命开嘛是无效对无？我是顾我的命，顾好我的棺材本，安尼较实在啦。钱大爷，钱都摕来啊，你收起来嘛。好，你莫搁讲吼，你紧走，我要困吼，歹势，好啦，你紧走，好，你走，你紧走，歹势啦。大，歹势吼，麻烦你甲我门锁好吼，歹势，多谢吼。一死卡，我朋友倒伊都无，我都唔相信，我小金土产，无你一死卡，我都甲杀毒上、起某路上合作做生意。阿哥，这是起某路上第一摆来验货，
你要好好啊交代，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嗨。放大，你若甲我好好顾的，莫受风受空，啊，我咧死真歹看。好无？哎呦喂啊！你死大人啊！嘿，我大人诶！啥代志紧讲？报告孙子，有人飞在外口。有人飞？嘿，阿哥有啥紧讲啦？有炸弹啊！有炸弹！打掉你！报告兄弟孙子，大拿你处理好，你处理好。兄弟孙子，报告兄弟孙子，迄炸弹还未点到啦。哎呦喂！是不是？哪有在啊？是不是？哎呦！你白家伙，你欧美来，一紧你会创啥？炸到了还未爆炸。孙子，你家己看卖，你就知影啦。有难会，杨伟你动，杨伟动，杨伟动，杨伟动。杨伟，你先闭下吧。小金土山，你今仔日也敢打出牙带去那一步，明年的今仔日就是你做吉1周年啦！你看这里，那是炸弹嘞！你讲这大声要创啥？你万一打我吓惊着吼，这支阿妈机啊去拄着这条引线，啊就爆开！这紧张要创啥啦？也是放人无胆。有人喂，到底想要创啥？你讲嘞？啊？你看这里啊！啥啦？我是讲迄炸弹啦！你讲啥啦？炸弹啦！你讲这大声要创啥？要打我吓惊了？啊！别谁啊！别是，我唔对。哎！我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啊，恁嘛应该休困啦，哈。嘿！これは春風楼ですよ。啊，这些大日你别人家看哟。啊，你是什么人啊？私は木村さん、佐藤さん。木村さん、佐藤さん。然后一条炸弹来笑。唔通惊，唔通惊，这条炸弹是假的。你唔相信？你去看嘛。你看才假。下不容易卡小，真起来了。可有人会，卖甲你买戏人。玉兰花？这个玉兰花是什么人噶？恁敢咧真惊伊吼？玉兰花是贼啦，是土匪，是笨手啦。
到阮日本国的孙查，我会惊伊。伊听到小金2年哦，都咧皮皮喘啦。哦？干嘛来讲？当然是安尼啊。要毋过恁两位无去城门口接阮，是毋是着为着玉兰花这粒炸弹咧？唔知影两位大驾光临，有事原因，请多多谢罪，请多多谢罪啦。我了解啦。玉兰花哦，一定毋是一个吼真简单的任务啦。啊，恁的痛苦吼，我会当了解。你无了解啦？你去啊！你莫搁大只下死下静啊，较紧请人入去坐啦。两位，来面请，倒落。走。这，小姐，来，我紧张。碰到，人起来啊！哎。你真好辛苦吼。来，饮酒啦。饮酒。那是安怎？有紧咯？碰到，彩铃传出来，传紧的啦！快紧的！来，这里辛苦嘞，我紧紧啦。大家做阵来，哎，干杯！三不三，阮的花当时已经看会到。我啥？莫遐着急嘛，对无？来，我干一杯，来。阮是咧做生意，当然嘛赶紧要看到看。哦，是，我即马哦，先去种过，到时互你看者。有时间，就等者啊！来，我叫。小姐啊，这二粒可能是要互你的哦。这二粒是啥？你哪会遐尼生气啊？时间无回无目在人写，我永远拢袂相信。门口拍开，人口传走，嘿！行啊！白灵，我的电视，你甲我电视藏去倒位？电视还我好无？我求你。你看我呢？我跟你讲清气。是去电视，我真的无想要我，你规日亲像我死，我怎解决？想要死？我遐简单啦！你靠你发财，我哪会跟你死？你甲伊讲，你若不爱乖乖听话，你家食清气。我求你，你莫伤害我的电视，我求你，你莫伤害我好无？莫伤害恁囝的呢，所以你乖乖听。啊老婆。快点！恁哦，啥物唔好做啦哈？袂台湾查某去日本啦哈？真正恁敢是人？今仔日就恁爸要等订婚紧啦哈！气死我！我这个哦替公饲也歹，我这个哦替阿秀也歹，我这个哦是替阿峰也歹啦哈！我这个哦替莫你遐假啊！讲两句啊，你就袂堪的尔。我拍了死，我来讲啊。搁你遐假，搁假就无成啊！这个，最好。你莫头遐惊哦！你到底是安怎啊？我心脏病，我得要死啊！你唔通死哈！你若死哦，迄咪久的头我嘛甲臭头去啊！你好好活咧，莫死啦，莫死啦！你甲我放遮，我足艰苦的咧，我得要死啊啦！你莫死，我带你透气啊！安尼，别个，安尼有较快活无啦？靠我来用。
伤伤粗，后生伤大，伤肥，退回。哈？嫌伤肥哦？摇伊几工就散啊啦！放开喽！睇后边，一个袂用诶，面来就一粒一粒，一空一空，袂出敢若叫刷子拍咧。这哪有啥物问题？迄份高较高咧，电话会做较细拍咧，啥物空空砰砰，我嘛无去啊。不说。哎，睇后边，像这个啊，就袂歹，体格袂歹，红头个水，这个真好。是啦，这人查走。一定满意的啦。啊，这个是安怎哈？啊，这个面跟死人面的，安尼一直哭一直哭，啊，这叫人去看你吼，唔得在水啥呢？你，我求你，你救阮啊！阮大家哦，拢是好手来，我后生搁伫咧手头，我拜托你救我啦！你又别讲啥？啊，我袂知。这查人死过囡仔，死过囡仔查人，你也敢带来好看？哎，金路长，你唔通安尼讲咯，虽然伊死过囡仔，毋过吼，哎呦，你真少甲伊看卖咧，伊是该碰的碰哦，该跳的跳哦，皮肤幼咪咪甲白泡泡。别个啦，阮是生理人，做生理吼，上个重要的信用啦。像这款查某人哦，带倒去日本，阮是要安怎交代啊？金老三啊，你说好残穷嘛？你拍背者，拍背者。哪里？金老三啊，你说好残穷嘛？啊无这，给你拍背者，拍背者。哪里？这背者？无安尼啦，一句话6集，阮哦半卖半相送，已经了钱啊，你毋通搁嫌啊啦。原来是你，我靠，我做生理。你毋通嫌啦。三多少？哎，来，真好诶，把这查某拢带走。哎。你毋通这么着急啦，我叫几个水姑娘吼陪你饮淡薄啊，搁再讲吼，这姑娘啊吼，搁来装箱包包咧。什么装箱？你甲当做啥物？因是人呢。哎，阮三头上的意思是讲吼，这姑娘吼，拢是阮的腰子手啦。啊，小心甲阮防台哦。啊，出什么问题，阮是要安怎靠因吼去日本提供赚大钱咧。你放心啦，装修外面足细腻足细腻的，绝对袂出问题啦。有戏，有戏，好啦好啦，钱已经拢互你啦，人阮会当带走是。我不爱了，我不爱跟你哭，我不爱你回家。你卖乱哦，你卖乱哦！哎，你这查某哪里啊你？你这查某，你我是啥物土肥娘耶？什么意思？这红头准来甲我拍歹戏，我是要安怎靠伊趁钱咧？是。较安分的，安尼无，你家来食清气。什么意思？是。婉宁啊，你放心吧，阮会好好甲你照顾哈。你好大胆，敢拍戏我啥？你错！安怎啊？我自细汉就上介意查囡仔甲我拍，安怎袂用的是？查囡仔甲你拍。报告小秘书长，什么人啊？喽，我是金木路，伊杀到。金木路，杀到。